喜你啊 Emily！你今次考試嘅時候，聽講你拎到全班第一喎，同埋總成績都有全班第二。你拎到呢個獎學金，你開唔開心啊？我覺得好開心啊！你覺得上嚟 Centre 去到學嘢，你覺得最有幫助係啲乜嘢啊？就會教我啲公式啦，教我邊啲係陷阱位，等我喺考試入邊唔好失分。我覺得數學科最難嘅係應用題，因為咧嗰啲要寫長問答啦，跟住咧老師你教我去點睇啲題目咯。的確，平時 Emily 咧上堂嘅時候，其實佢真係做咗好多唔同嘅練習。咁呢一樣嘢可以幫助佢了解好多唔同嘅題型啦，同時佢學咗唔同嘅題型，去考試嘅時候就好容易應用翻出嚟啦。因為我見你數學科成績提高咗喎，咦？咁你嚟緊有咩目標？我想入到一間好嘅中學。咁你拎到呢筆獎學金對你嚟講有冇幫助啊？有，佢可以作為我嘅鼓勵，同我繼續更加努力。恭喜你今次拎到獎學金喎，咁嚟緊繼續努力啦！咁希望下一期嘅獎學金你都可以有份啦。